讲有真侪灾民的证件甲现金，拢代理的高的土地，就算有提款卡，但是各地这个自动提款机嘛拢互大水冲去咯。为着要来解决着灾民用钱的需要，花莲县政府决定，甲全台湾各地所寄付的捐款7100万发予每一户，若搁加上原本的慰助金，安尼一户会当领到5万块，上紧10月初3开始发。 提款机去陆港买真快，几台机器速度，机器拢捌着烂涂。大水灌入来花莲县的光复乡，灾民无闲清理的同时，若要买物件，拢会开着钱。不过有人钱包外过着土刷水，有人含提款卡拢放进去。对，我们家很多重要的证件啊，还有我的那些保险的资料，全部都泡水，然后都只能丢掉。 那现在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再重新申请？去包我先生的身份证啊、健保卡啊、残障守则啊，都淹了。泥巴那么厚，要摸要找吧。尤其伫咧光复乡的市区，即马敢若村东会的 ATM 会当互民众来领钱。为着解决灾民的烦恼，花莲县政府会派发救助金和慰助金拢总5万，不过免转领，民众敢若啥无涨。这些灾民恐怕也没办法去在意到那么多，生活机能都恢复了之后，可能会再去看看您讲的这个要怎么走。 光复乡的灾后复原，搁伫咧做，时间过1礼拜，灾民有落无厝，含基本的生活需求拢唔敢望。发慰助金对灾民来讲是真大安慰，希望这一边的纾困会当互大家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